继续来看国民党的立委游玉兰来压料，讲国军想要扩编到警政署的保二总队，要甲因进行军事训练。立委是质疑讲，敢讲是要让保二总队的警察同仁变做第二期的陆军。内政部长林右昌是回应讲，警察无需要去做军事工作，也则是行动。行政院的代理发言人罗秉成是讲。 关键基础建设相关的安全防护的措施，本来就有持续加强的必要。讲相关的方案甲训练的内容，拢也搁咧研究。敢买学免怎操作试针飞弹，最近伫咧警察界引起大家讨论。确实已经有真侪基层警察接到相关消息，不过政府也未做决定。我们警察要如何保命？ 我都开始画上一个大问号了。国民党立委游玉兰昨含内政部长林右昌伫咧质询台顶对下，就是为着这件代志。如果要警察去做国军的事，变成什么第二国军、第二陆军，而且现在都是已经。 明显的都是在做近身的肉搏战，加强相关的一个训练，但这并不等于说我们的警察同仁要去从事军事的一个工作跟行动，这是完全两件事情哈。警察是不会去从事军事的这些工作。游玉兰公布警政署战术储备训班的课程表，包括兵器训练、正实弹手榴弹、小部队战斗和战机等等，拢总训练160点钟。多上林右昌。 背会强调警察做工作和阿兵哥无共款，不过在训练的内容嘛是和大家拢伫咧讨论。警察跟军人在法律的定位、功能、角色是完全不一样的，所以政府是有责任要把整体国防的政策说清楚、讲明白，让全民安心。 不要遮遮掩掩，关键基础的设施、防护能力的一个提升，这是绝对必要的。好，而且相关的一个这个规划跟训练，我想都是为了关键基础设施的一个防护。那如果在战时，到底是警察这边是要听内政部的指挥，还是听国防部长的指挥？战时的时候，当然是在战时的一个体制啊，所以这是完全没有问题。行政院代理发言人罗秉成嘛讲，关键基础设备相关安全的防护措施，本来就需要继续加强。相关方案和训练内容，拢要搁伫咧计划，也未定案。不哩个台海情势闹来闹紧张，公布这份警察训练内容，无怪互民众拢伫咧联想。Hello， 我是叶明，想要看到更多更及时的新闻内容，请订阅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并且按赞，开启小铃铛。